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Hello， 各位聽眾早晨。而家有到我哋健康生活呢個環節啦。我哋今日咧好高興有阿 Rosanna 翻嚟我中間，同埋 Peter。Hey Peter， 我哋上次講係早晨。上一個禮拜咧，我哋講呢個牙周病啊。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啊。嗱，如果你係普通牙周病咧，你就可以去做呢個 flossing 啊，或者係 deep cleaning 啊、深仔啊。但係如果有啲人咧到某個程度咧，佢根本係疏忽咗，佢又冇去檢查牙齒，到去檢查嘅時候咧就話：哇，冇得救喎，直情 deep clean 都唔掂當喎。咁有咩方法呢個牙周病嘅？即係你意思係隻牙直情要剝咗佢啦，係咪咁嘅意思？係咯，即係話有發炎啊，發炎到冇得救啦。即係你發炎冇得救，就第一樣嘢要搞掂咗發炎嘅問題啦。係咯，發炎嘅問題就係剝出隻牙就發炎冇咗啦。咁之後點辦啊？係咯，冇咗隻牙有個空位。冇咗牙點辦咧？咁咧就而家就要睇睇。通常嚟講有3種嘅 option 啦，3個 option。OK， 咁睇翻舊時嘅最舊嘅方法。最初期嗰個方法咧就係冇咗牙咧就用假牙咯，活動假牙。咁活動假牙有咩好咧？就隔離啲牙唔使喐，係咪？你啲牙活動假牙咁咪吸個帽整隻假牙咪掂咯？係咪好似有隻假牙中間有兩個勾住隔離嗰兩隻？係咯，即係你有牙咧就勾到，冇牙就成副假牙噶啦，係咪？咁你即係嗰個假牙就活動嘅，咁你咧就話有啲人話好方便啫，咁我成世都唔睇牙醫啦，剝晒啲牙我唔使睇牙醫，又唔使洗牙，係咪？又冇去蛀牙喎，又冇牙痛喎，係啊，係咪幾好咧？咁唔好嘅係咩咧？第一樣嘢佢唔好呢個問題，因為你冇理咧啲牙床骨咧過到咁上下咧就慢慢會縮㗎。咁整下你可以睇得出邊個人有假牙，邊個人冇假牙。而家有自己牙咧，第一樣嘢照嘢、講嘢同埋發音嗰啲都好清楚嘅。咁你有假牙咧，你從頭要學過晒照嘢咯，從頭學晒要講嘢啊，發音嗰度又唔同咗，啲味道又唔同咗。咁咧你頭先話牙床骨縮下之後咧。咁你嗰個假牙咧就唔 fit 噶啦嘛，係啊，所以人嘅 size 成日都要鬆咯，成日鬆咯，整下鬆，咁鬆嗰時講下呢個牙，夾下咯，夾咯，係咯。所以咧有假牙咧未必係最好嘅方法，因為有假牙咧就一定係好多其他嘅問題，就係冇咗牙床骨，咁整下咧越整越少到咧做假牙都搞唔掂啦。Peter， 頭先你講緊有啲係人哋差唔多係成副或者半副假牙啲人先有咁嘅現象，但係如果係得譬如幾隻咁樣嗰啲假牙，咁又有啲咩其他 problem 啊？而家你第一樣嘢咧就係有幾隻係話你蝕咗2-3隻牙，咁你要整個活動假牙擺上去，咁你擺上去之後咧，你啲牙床骨一樣會縮嘅喎，嗰度係咪？咁縮下咧，咁個假牙唔 fit 咪鬆咯，咁你鬆嗰時咧就令到你啲隔離嗰兩隻牙咧就受力啦，咁受力咧整下咧就令到嗰兩隻牙有可能會剝咗去，即係你嗰個牙嗰個鐵線嗰條箍咧會整下咧會勾住佢勾下鬆咗隻牙咯。哦，咁點算啊？咁有可能呢個問題，所以咧好多有個 research 睇過咧，如果你戴嗰啲活動嘅叫 partial 啦，即係唔係成副嘅假牙嘅咧，大概1/3嘅時間咧，7年至15年咧。你嗰隻最後嗰兩隻牙係箍住嗰個假牙嘅咧，就可能會整鬆咗佢。所以個問題又係一個問題。咁同埋第二樣嘢咧，你啲喺啲活動假牙下邊，你食嘢嗰時啲牙啲食嘢咧積咗喺裏邊，唔拆咧又好易隔離啲牙會蛀咯，同埋令到隔離牙啲牙有牙周病。咁整下咧，嗰啲牙鬆咧又要剝嗰啲牙。整下咧爭遲咗成副牙變晒假牙㗎，所以咧有啲人出唔到錢做其他新嘢咧，咁冇辦法就要做翻活動假牙啦。咁就係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如果你係小心用咧，活動假牙都可以用到好耐，不過一定要常住 check 住佢咯。一鬆咧就快脆加啲嘢，加翻啲料上去就冇咁鬆，
教訓緊佢，唔係一鬆親咧，令成副假牙鬆咧，就令到啲牙都會鬆噶啦。係啦，咁其實咧牙齒保健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就算你整咗隻牙咧，如果你唔冇定期去做檢查咧，都係有問題嘅。嗱，其實呢啲常識咧都仲有好多嘅。嗱，今日我哋時間又夠啦，我哋留翻下次再講啦。OK，拜拜。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思熟。咁歷時43日嘅美國聯邦政府停擺 Federal Government Shutdown 咧就終於結束啦。當然啦，聯邦政府 shutdown 咧可以話係有啲家常便飯啦，對一般嘅民族嘅生活嘅影響亦都有限。因為喺美國好多政府嘅功能咧都唔係喺聯邦政府，而係喺州或者再下級地方嘅政府負責嘅。美國嘅州同聯邦政府喺財政上同架構上都係互不隸屬噶，咁聯邦政府shutdown咧就影響唔到州政府嘅。咁而今次可以見到嘅咧，就係聯邦嘅糧食券福利咧係由州政府負責發放啦。咁有啲州政府咧就決定自己暫時先出錢發嗰個 SNAP， 有啲州咧就冇出呢個 SNAP 啦。咁 Federal shutdown 好似唔係太大件事嘅另一個原因咧，就係一切嗰啲必要嘅 essential 嘅部門咧都繼續如常運作嘅，仲係要翻工嘅聯邦僱員咧，今次佔咗全體200幾萬人嘅超過一半人，係得90萬人係唔可以翻工嘅啫。嗱，唔可以翻工嘅原因咧，就係政府停擺咧，其實正式個名叫做 Lapse in Appropriation， 撥款中斷啊。咁暫時冇撥款，咁各部門就不能運作啦，除非法律指明例外啦。咁其實美國經過咗45年11次嘅 Federal shutdown 咧，制度上已經有齊好多規定噶啦。例如 shutdown 一開始之後咧，好多唔可以翻工嘅人咧就要翻半日工，做嗰啲 shutdown 嘅程序交代通知特定嘅對象改晒啲政府網頁等等啦。咁之後咧就依規定就唔可以做嘢噶啦，唔可以處理啲 email 啦，同非必要嘅事務啦。另一方面咧，嗰啲一定要翻工嗰啲 essential 嘅員工咧，正常翻工啦。咁但係咧某啲不必要嘅任務咧就唔可以執行噶。咁不過咧呢一啲細節咧喺政府出邊嘅人咧都未必注意到咁多，但係新聞成日報道關注嘅咧，反而就係啲聯邦僱員咧有冇得出糧啦。嗱，至今為止其實每次shutdown之後重開嘅撥款法案咧，都指定人人有糧出噶，唔准翻工嗰啲公務員都會補發原有嗰段時間嘅工資，咁一定要翻嗰啲就冇可能唔出糧噶，因為工都做咗咯。咁所以最近啲新聞咧就話佢哋 working without pay 咧，其實都只係暫時冇糧出啫。嗱，咁如果 shutdown 幾日或者1-2個禮拜咧，可能連正常嘅出糧時間表都冇受到大影響噶。咁但係今次維持咗咁耐啲問題就逐漸開始浮現咯。今次10月1號當日做咗嗰半日 shutdown 嘅工作咧，就已經包括咧就係出糧出到9月30號啦。咁所以10月14號咧，個仍然有大半份1個半禮拜嘅糧出。咁但係去到10月27號咧，就真係冇糧出啦。咁當年最大影響咧就係去到11月10號第二次完全冇糧出嘅時候啦。因為法律規定咧 furlough 期間咧就冇請假呢回事噶。咁於是咧就出現嗰啲必要嘅員工咧，索性就冇翻工嘅情況。咁因為同啲唔翻得工嘅人一樣啦，每次 shutdown 期間咧唔翻工都有糧出，而又唔扣假噶。咁所以今次就更加有人咧係名正言順話，喂，2次冇出糧，我有財政困難，要去揾其他工作，所以唔翻得工。嗱，咁10月底同11月初嗰陣時都係旅行淡季，咁因為 FAA 同機場 TSA 越嚟越多人唔翻工，就出現航班 delay。嗰陣時都仲係小問題，但係大家咧已經想像到咧，哇！如果再第3次冇糧出嘅話，咁就感恩節個旅行旺季又逼近噶咯，交通一定大亂噶。咁仲有好多其他經濟打擊咧，啲恐懼咧就開始浮現啦。咁白宮同國會咧就係因為咁咧就冇辦法唔揾出路，最後就達成協議啦。
各位聽眾早晨 ，Team Megan 早晨，你哋好。各位聽眾早晨 ，Megan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早晨，大家好。上一集我哋提及上帝賜下咗呢一種啟示，乃係作為全部新約時期中教會嘅指導同埋安慰。但好多宗教嘅教師都話，啟示錄係一部封閉嘅書，冇人能夠解釋其中嘅奧秘。所謂咧啟示就係開啟嘅意思，救主咧曾親自向佢嘅僕人啟示呢本書所記載嘅奧秘，而上帝嘅旨意就係將呢啲嘅奧秘咧令到可以供眾人去研究，其中真理就係賜俾嗰啲生存喺世界歷史末期嘅人，正如賜俾嗰啲生存喺約翰時代嘅人一樣。呢個預言中所敘述嘅事，有一部分已經過去，有一部分正在演進，另一部分講明咗黑暗勢力同埋天上君王之間嘅大鬥爭嘅最後幾幕，仲有一部分則顯示屬民喺新天新地嘅勝利同埋喜樂。任何人卻唔應該因為自己唔能夠解釋啟示錄中嘅每一個表號，而以為自己如果喺呢卷書裏面進行探索，以求明白其中真理嘅意義係徒勞無益嘅。嗰啲將呢啲奧秘啟示俾約翰嘅主，亦都同樣俾每一個殷勤尋找真理嘅人預先嘗到天上事物嘅滋味。凡係敞開心門接受真理嘅人，上帝會使佢哋明白其中嘅教訓，承受主所應許嘅福分。因為上帝咁樣講，念這書上嘅預言，同埋聽見又遵守其中記載的。啟示錄乃係聖經各卷嘅總結，佢亦都係補充但以理書嘅一卷書。但以理書係預言書，啟示錄乃係一個啟示。那被封閉嘅書唔係啟示錄，而係但以理預言中有關末日嘅一段話。天使曾經吩咐但以理話：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呢個係但以理12章4節話俾我哋聽嘅。但係後來基督卻吩咐約翰將向佢展開嘅事記錄下來。係啊，神係吩咐你哋所見到當寫喺書上邊嘅，同埋喺以弗所啦、士妹拿啦、別加摩啦、推雅推拉、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加呢7個教會，佢裏邊咁講，我就係呢個存活嘅，曾經死過，而家又活，直到永永遠遠嘅嗰位。所以你要把所看見嘅同埋家嘅事，並將來必成嘅事都寫出嚟。論到你所睇見嘅喺我右手中嘅7星，同埋7個金燈台嘅奧秘，嗰7星就係7個教會嘅使者，7燈台就係7個教會。7教會嘅名字係代表新約時期教會嘅7個階段，7係一個完整嘅數目，並講明咗呢一個信息係一直延展到末日嘅，而且所用嘅表號係表明咗教會喺歷史過程中各時期嘅情況。啟示錄形容基督常常就喺各個燈台嘅中間，足以象徵基督同埋各個教會都保持密切嘅關係。耶穌經常與佢嘅子民溝通，佢知道佢哋嘅真實情況。耶穌都觀察我哋嘅秩序啦、敬虔啦，同埋我哋嘅忠心。基督固然係天上聖所嘅大祭司同埋中保，但係啟示錄卻形容佢係喺地上眾教會入邊來回行走嘅。佢不息不倦咁樣警醒防守，要睇佢守望者嘅燈光有冇暗淡或者熄滅。如果呢啲燈單單交人按手嘅話，佢哋嘅星星之火勢必漸漸熄滅。各位聽眾，今日時間已經夠啦，我哋下次再分享啦，再見。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 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